首先你入到去之後，先揀一個你自己中意嘅模板啦，可以揀你自己人物形象，或者係你可以自己生成一個人物形象。咁呢度會有你自己生成一個人物形象嚟做示範啦，得 OK。咁首先你可以喺呢度揀一個你中意或者係你要陣間要用嘅模板啦。咁佢呢度會有，例如可以將相轉做 video， 或者係一個直接揀一個人物模型去生成呢個 video 嘅。咁亦都可以選擇用自己嘅人物形象啦。咁我就會由點樣去生成一個自己嘅人物形象開始。首先，你要確保有一個良好嘅環境同光線，並且確保環境安靜。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你要講嘅語言。咁我就揀咗中文。確定之後，佢就會開始掃描你嘅環境，偵測到你嘅環境冇問題之後，你就可以開始錄製。佢會俾一段文字同埋廣告你，你淨係需要對住佢給你嘅文字，照住講就可以錄入你嘅形象。中途亦會要求你需要微笑或者進行不同嘅動作，例如眨眼、深呼吸等。嘿，我很興奮，可以在手機上體驗這款新的 AI。我正在錄製一個短片給黑卷用。你的 Digital Twin 已經準備好了，馬上用它來製作視頻吧。別忘了點擊反饋按鈕來分享。在人物形象生成完畢之後，你就係需要打入簡單嘅文案，就可以生成你專屬嘅影片。以下係用我嘅文案去生成嘅視頻，要將會作為示範。這個就是我用黑卷生成出來的演示視頻。你可以看到我不但外貌，就連聲音都非常接近真人，不論是語調或是表情，不仔細看根本難以分辨。接下來我會用它生成一個完整的影片作為最終成品。而接下來我將會為你演示黑卷入邊嘅其他唔同嘅功能。例如佢有多種語言可選啦，佢亦都有唔同嘅配音。今次會用英文嚟作為示範。當你打好文案同埋選擇好語音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喺佢嘅程式入邊使用佢內置嘅背景音樂。同時佢也可為你生成字幕，佢呢度有好多種唔同款式嘅字幕可以任你選擇，並且你都可以喺影片嘅任何位置中加入你想要加入的文字。當然佢都可以透過上傳圖片去更改背景，或者係將背景改為純色。而接下來嘅就係我最後生成出嚟的影片。HeyGen is revolutionizing video production by making it accessible, allowing users to generate high-quality virtual character videos effortlessly. With its cutting-edge AI technology, it eliminates
expensive equipment or extensive technical skills. This tool empowers creators, marketers, and educators to produce engaging content quickly. Whether you're promoting a product or delivering a presentation, HeyGen makes video creation as simple as typing a script. Dive into the